嗱，我相信每一切家是經過了講到小嘅、久嘅、煩嘅、擔心嘅、驚嘅，攏總認識經過了15塊嘅。嗱，我嘅聖經講釋家啲出詩篇記55、23節，交出一個小禮熱切奔上帝。嗱，上帝會照顧你，上帝會給佢通財，因為到這女人上帝嘅安娜，佢唔是表示家單殺嘅幼童，佢給佢通財，帶出家去過得勝，因為到呢個1哥林多2條9節咁樣講到，但係寫出要堅守，係嘛嘅你目中是看到嘅，你耳孔唔是聽到嘅，你心中裏唔是諗到嘅。攏總上帝準備將本自家寫上帝嘅，嗱，所以是個聽上帝嘅路，上帝照顧自家，佢家嘅通財，攏總佢準備將本自家最好嘅，是個謙卑嚟相信佢嘅話，嚟照佢嘅福音嚟行，照佢嘅法嚟行，照佢嘅命令嚟行，一定自家得到強，是個腳佢家聽受通財，但係自家係得勝嘅路，阿門。